这方面要来关心金门金车镇的济公湖湖边有2架外的公园地，县政府完算要用来起新的大楼，民众真无欢喜。礼拜日有上千个人来这办一个野餐活动，要来抗议。金门县县长杨定娥伊嘛发声明讲，民众的意见已经听到，伊讲相信有智慧会当来处理好势。大人囡仔又搁唱又搁跳，为伫咧公园跳舞真欢喜。搁有上千名民众集伫咧遮，趁着天气好，伫咧草地顶悬来野餐，一边野餐一边开讲。但莫叫是因是单纯介意大自然，因搁当咧进行抗议的活动。因为即块金门济公湖边仔2.5公顷的公园用地，就要来起义政大楼。希不希望以后常常来？对。对啊，还想不想来长颈鹿溜滑梯？白天都是小孩子去上学，只剩下老人家，没有地方可以去。囡仔人理是会当去上课，但是老岁仔人要去倒位？伫咧金门县议会要求之下，县政府将土地拨予议会来使用，要成做新的义政大楼预定地。消息一个公开，引起民众的不满，发起另类的抗议活动，希望透过诉求甲行动来保障大家休困活动的空间。基本上这块2.5公顷的基地呢，被议会呢在今年编列了一笔将近10亿的预算，要盖议政大楼。那我们希望呢，透过这样子的活动来表达诉求。来美讲县政府无要家己用伫咧需要的所在，针对将公有的资源来占用，全体民众的权益拢无要管啦。金门县长杨定娥敢若简单来说明，表示经过几落摆协调，县政府最后也是决定要尊重议会来拨用土地。啊，若民众的声伊嘛有听到啊，相信议会嘛会提出智慧来做上好的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